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离奇的案件。什么离奇的案件呢？这就是这几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的黑龙江一财政局报案称被人诈骗近3000万元。公安机关受理之后这个案子来回搞了好几年，最后检方称此案有欺诈性质，但不予起诉。简单点说就是有人向这个黑龙江叫绥化县市这个财政局以欺骗的手段退回来这个土地款，但是检方认为呢不构成诈骗罪，所以即便是绥化市财政局报案也没用，客观上有欺诈性质却不构成诈骗罪，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个事情根据媒体报道，这个新黄河还有很多其他的媒体报道我来把这个来龙去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呢其实并不复杂，就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绥化市的都房地产开发商叫福都公司吧，他以4650万元价款竞得绥化市2宗土地的使用权，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那么这个福都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成和他的朋友李某涛还有其他的人共同出资，就是这个土地款4650万。他这个福都公司没有钱，是法定代表人跟他的朋友还有几个人凑钱。这个李某涛出资是1650万，刘某成和谢某燕2个人每个人出资1000万这就是3650万。然后这个钱呢全部打到这个李某成的账户上，由李某成向有关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构成呢，第一部分是绥化市财政局土地出让金2925万元，然后北林区财政局土地保证金共计3650万，这个一共是要出4650万，所以他们还欠1000万元土地出让金没有交齐。这个李某涛向上述部门转账的时候清楚的注明叫代福都公司交出让金，同时这个有关部门就是北林区财政局他还出具这个票据或者收据上面也载明缴款人是福都公司。2年以后2016年10月，福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成他把这个福都公司以及某中学地块项目以365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杜明这是另外一个人了。双方签订了相关债权债务协议，福都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杜明。事后公安机关调查，刘某成转让这个福都公司是在李某涛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笔转让交易。2017年12月，李某涛他发现这个事以后就是福都公司都已经转让掉了，那他的钱怎么办呢？他出了1600多万呢。所以这个李某涛向这个绥化市公安局报案，告这个刘某成职务侵占。2018年2月份，刘某成被绥化市公安局只许分局，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刑拘。后绥化市北林区法院审理认为刘某成案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也就是那个叫刑事自诉案件，裁定终止审理此案。那么就在公安机关调查期间这个李某涛向绥化市相关部门，也就是绥化财政局北林区财政局申请退回上述某中学地块项目的相关款项。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个借贷方，什么借贷方呢？就是刘某成他呢出资1000万，其中有560万是向陈某霞儿子借的。这个陈某霞是李某涛的朋友。那么陈某霞得知李某涛向绥化这个财政局申请土地款退还一事之后主动说联系李某涛，称可以帮助李某涛协调运作，向绥化市相关部门申请退款。根据这个公安机关对2人的起诉意见书显示说陈某霞与绥化市政府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利用取得的相关信息告诉李某涛在向绥化市财政局申请退款的过程中，故意隐瞒福都公司已被刘某成转让给杜明的事实，让李某涛向绥化市财政局谎称福都公司没有了，不存在了，并告诉李某涛向绥化市财政局出示其于2014年5月与福都公司签订的项目委托合同书，用于证明李某涛既可以代表福都公司，而该合同书已经于2016年7月18日被李某涛、薛某燕、刘某成3方补充协议废除。此3方补充协议的复印件，李某涛
已经提交给陈某霞。公安机关在陈某霞家里还提出了这份文件，也就是说啊，李某涛、陈某霞明知他们跟那个刘某成签订的这个项目委托合同书已经作废了，他还是拿这个作废的这个去向绥化市财政局申请，他代表福成公司、福都公司啊申请退款，并且谎称福都公司已经没了。同时，陈某霞还让李某涛在绥化市财政局要求其出具2925万元土地出让金的原始票据时，隐瞒该票据被刘某成交给杜明的事实，谎称该票据丢失找不着了。通过上述手段，这个犯罪嫌疑人陈某霞、李某涛诈骗绥化市财政局2017年10月26日将2925万元汇入李某涛指定的某银行账户。当天，陈某霞、李某涛将诈骗所得赃款全部转移，陈某霞分得860万元，李某涛则将所得赃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借款、购买理财产品等。那么，福都公司的新的法人，也就是新的老板杜明，他在得知啊，这个绥化市政府啊将土地款已经退给李某涛，那政府肯定要把这个土地要收回啊，那杜明的钱不白出了吗？他买了这个公司加这个土地项目3600多万买的，所以啊，这个杜明啊就向绥化市财政局讨要说法。11月6号，发现受骗的绥化市财政局向绥化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报案。11月8号，警方立案侦查后，以涉嫌诈骗罪将李某涛和陈某霞抓获。2018年3月，绥化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将案件移送至检方。根据这个绥化市检察院起诉书显示啊，被告人李某涛、陈某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骗取巨额资金，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8年9月啊，绥化市检察院将该案公诉至绥化市中院。同年12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但是啊，非常诡异的是，法院原本应该及时下达判决书，也就开庭审理了，那你审的结果呢？你下判决书啊，却不知什么原因将案件上报至黑龙江省高院，呈报至高院了，案件一下子搁置了3年多，没有下判决。您说啊，根据这个福都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2022年5月20日，黑龙江省高院向绥化市中院下达一份由被告人李某涛、陈某霞诈骗请示一案的批复函件。该函件显示，被告人李某涛、陈某霞在寻求法律救济无果后，为取回自身财产采取自力救济，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手段虽带有欺诈性质，但尚属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故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你看看最高人民法这个黑龙江省最高法院居然给这个绥化市中院复函，认为不构成诈骗罪，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围，就是他虽然有欺骗性质，但是他是为了要回自己的钱啊，叫自力救济，然后还请拟院详尽梳理都公司工商变更情况，并对本案和刘某成涉嫌职务侵占犯罪案通盘考虑，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稳妥谨慎处理，注意保护出资人合法权益，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那黑龙江省高院作出指示批复，那绥化市的相关部门也只能照办。2022年7月27号，绥化市检察院对李某涛、陈某霞2个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就撤诉了，不起诉。决定书显示啊，绥化市中院分别于2018年12月24日、2022年7月1日开庭审理本案，本院于2022年7月19日撤回起诉。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认为绥化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决定对2人不起诉。不起诉决定书中，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证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检方却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驳回起诉，前后结论矛盾，令人费解。结果这个案子啊，还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白亚琴的关注。2022年10月12日，黑龙江省检察院在给白亚琴的回函中表示，经品查认为，绥化市检察院经委会研究决定，将李某涛、陈某霞诈骗案撤回起诉，并对2人做存疑不起诉决定，程序合法，实体上义务不当。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李某涛、陈某霞在申请绥化市财政局退还土地出让金过程中，客观上
实施了隐瞒浮屠公司由刘某成转让给杜明，谎称浮屠公司黄了，从而取得2900万元退款的行为。基于上述事实，李某涛、陈某霞在控告刘某成侵占财产，而公安机关未予立案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欺骗手段取回属于自己的财产。客观手段虽带有欺诈性质，但主观上不宜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从而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那结局大家知道了啊，这个浮屠公司的新的老板杜明，对吧，花了3600万买了浮屠公司和这个项目，结果呢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竹篮打水一场空。从客观上看，刘某成拿走了3650万，李某涛拿走了2925万，都没有事，都没罪吗？一个是公安机关不如立案，一个是黑龙江省高院说这个绥化市中院审理的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最后呢，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杜明，鸡飞蛋打，土地没了，钱也没了。为了追回土地出让金这个浮屠公司选择将绥化市财政局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292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2022年12月6日，绥化市北陵区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以本案系绥化市国土资源部门代表国家与浮屠公司在订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产生了纠纷，属于行政协议，也就是它不是民事纠纷，属于行政协议。所以这个浮屠公司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驳回浮屠公司的起诉，也就是你状告无门，你得找这个绥化市财政局的上级部门行政复议去，这个显然也不合理这个浮屠公司多次找绥化市检察院、黑龙江省检察院多个部门要求其纠正对于李某涛、陈某霞做出的撤诉决定，但均未成功。2024年9月说绥化市人民检察院负责该案的张姓副检察长在接待浮屠公司人员时表示说，我也知道你们是受害人，李某涛有没有罪不是我来定的，也不是检察院来定的。2月10号，也就是前2天这新黄河记者就此案多次致电绥化市财政局、绥化市中院、黑龙江省检察院、黑龙江省高院，拨打多部公开电话均无人接听。记者又多次拨打绥化市财政局、检察院、中院相关主要负责人手机号，也无人接听，发出采访短信亦未获得回应。记者拨通了绥化市人民检察院张姓副检察长办公室电话，对方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这个是新黄河报道的，我把这个案情来龙去脉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了一下。我想大家听完这个案子，大概心里也知道七七八八。我们说通俗一点，这个大体上跑不出县城婆罗门内斗然后比拼后台的这么一个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家梳理。首先我认为这个李某涛就是构成诈骗。他去绥化市公安局报案说这个刘某成把这个浮屠公司转让给杜明，属于这个职务侵占，公安机关不如立案，这个是对的。公安机关立案了，然后也告到北陵区法院，法院判定，这个才是真正的民事纠纷。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李某涛并不是浮屠公司的股东，那浮屠公司转让没有必要经过李某涛同意。虽然浮屠公司还有法定代表人刘某成跟李某涛他们合伙搞了这块地，那也是合同那是民事行为，人家卖自己的公司他也是权利。实际上公安机关告他，对吧，以那个职务侵占抓他都不应该。然后这个李某涛一看，我这钱就打水漂了，民事嘛，那就去法院告这个刘某成没用，所以他就打起了绥化市财政局的主意，对吧？以欺骗的手段，先是说这个浮屠公司没了黄了，然后又拿那个虚假的项目合作合同已经作废的，对吧？去骗取财政局的钱，这个就是诈骗，就是非法占有。因为这个虽然李某涛的账户打了2900多万给这个财政局，还有700万给那北陵区财政局，是从李某涛账户打入，但是他已经注明了是代浮屠公司缴款，人家开具的发票收据也是浮屠公司，你只是代付，你不是实际缴钱的人。这个绥化市这个国土自然资源局对吧，把这个地是卖给了浮屠公司，浮屠公司给财政局交钱，但是浮屠公司有没钱，委托李某涛去交钱，这没问题。李某涛为什么能够交钱呢？是因为有浮屠公司的这个招拍的，对吧，拍到这个土地的这个手续这个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带浮屠公司去交，但是你要带浮屠公司去要钱，你的授权呢？谁给你授权了？没人授权，那你去要就是诈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回来是2925万，那个陈某霞一共借款是560万，那你要回来应该是560万，结果给陈某霞分了860万，就相当于多给他300万，这300万不就是非法占有
有吗？如果说你是私力救济啊，我要回我的钱，那你的钱就560万，结果陈某霞是拿走860万，多了300万，这300万怎么解释？能叫私力救济吗？然后啊，这个李某涛他出资是1600万，他拿回来是2000多万，2900万给那个陈某霞860万，他自己应该2000万，减掉1600万，还有多500万，那他这500万是什么钱？就如果你认定他是私力救济，那他怎么还多要了钱出来？这个钱按照这个李某涛自己的说法，那不也是侵占吗？所以从这2点看啊，他就是诈骗，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为什么这个案子在绥化中院审得好好的，绥化中院要向高院去汇报呢？因为这个案子根本不需要汇报的啊，这一共案值只有没超过5000万，应该是在绥化这个中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就这个案子呈报到黑龙江省高院，这本身就不简单。这我想起了《水浒》里面这个武松杀潘金莲，武松把潘金莲把西门庆杀了之后啊，因为这个西门庆死了，所以没有人在那个阳谷县城啊拿钱去贿赂，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县太爷啊办案子他就倒向了这个武松了，他觉得武松不错。他以前武松报案的时候，县太爷是不受理的，说你证据不足啊，因为拿了西门庆的钱。这回西门庆死了，没人去贿赂了，去运作，所以县太爷就倒向了武松。所以他不仅把这个武松自己精心准备的那个供词啊给他改了叫什么呢？叫因为武松啊为祭奠他哥哥武大郎而与潘金莲发生争执之后怒杀潘金莲，然后呢这个时候西门庆跑来，听说潘金莲被杀了，上门来闹事，被武松跟他打斗，然后又打到了那个什么转人楼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把他杀死。你看看，本来武松是蓄意杀人，结果变成叫激愤杀人，就是双方有打斗啊，打斗过程中把他杀了，这个供词对武松就非常有利了。就这个还不行啊，县太爷立马向州府去报告，结果这个州府的这个知府吧也是武松的粉丝，他知道大呼英雄啊，所以他又把这个状子给改了，改得更加对武松有利。完了他又往省里报的时候啊，这个案子本来就到省里就结束了，那就是武松要么就判死刑死缓，结果这个知府啊，他又向这个刑部啊，他绕过这个上面的一级机关啊，直接向刑部他的同学发了一个函，结果刑部立马给那个州府啊立马下一个函，说武松这个人这个案子怎么判，对吧？属于激愤杀人，这个坏人就是王婆，所以武松判赐配孟州嘛，然后王婆是千刀万剐。你看看啊，这就是水浒上面的上上下下是怎么样营救武松的。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你就知道你本来是绥化中院的案子，你犯不着往黑龙江高院去送啊，那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啊，就像那个应该叫青州府吧，那个知府一样，你没必要往刑部去送啊，你往你的上级送就完了，因为刑部有他老同学在那，整理的这个请示文件还没到刑部呢，刑部的指示都已经下来了。所以说啊，这个李某涛啊，我认为这就是诈骗。那第二个呢，这个绥化是财政局呢，显然啊，我认为第一责任是财政局，这个让人感觉就是个草台班子啊。这个财政局的钱出来的不容易啊，层层审批啊，那个程序是很多的，审核也非常多，怎么就让这个骗子给成功了呢？这里面没有猫腻吗？估计没有人相信吧。你要觉得这里面没有猫腻，那你去试一试，你从财政局要说退款了，你就是应收，对吧？财政局欠你钱，你想去要的要不回来，多少老板公证款要不回来啊？所以这个绥化财政局，对吧？要负主要责任。你看这里面猫腻更大，你钱交进去容易啊，退出来多难。完了，这明显里面有那么多漏洞啊！浮屠公司没了，一句话就完了，你财政局不去调查吗？这浮屠公司还在不在经营？他不就是一句话的事，他就能调查到吗？怎么说？李某涛说没了就没了。所以说啊，这个财政局里面随便哪个环节认真一下，他这个骗局啊就骗不到。那么李某涛能把这钱骗出来，那只能说是里应外合，就这么简单。第三个就是那个浮屠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项目卖掉？为什么还有1000万交不起来？这个因为媒体没有说啊，我只是合理推测，那也就是刘某成跟李某涛还有那么什么蔡某霞，他们本来是合伙这个地，李某涛出1600万，刘某成和那个蔡某霞各出1000万，3650万，那还差1000万。或许这1000万导致了啊，他这个合作啊搞不下去。本来也可能是李某涛或者蔡某霞或者刘某成或者其他人要出这1000万，按道理啊应该是还有一个人要出1000万的，也就是刘某成、蔡某霞还有另外一个人要出1000万，总共3000万，李某涛1650万，正好4650万。那可能有一个人呢发生变故不出这个钱了，合作啊卡住了。这个刘某成估计一看
看这他们之间就有隔阂啊，或许这个事情跟李某涛有关系，所以他干脆把公司卖掉算了，不玩了。你也可以说他卖了公司，把他钱拿走，然后他这个钱不给他，按理来说他应该把那个李某涛出的1650万还给李某涛，那个蔡某霞出了1千万还给人家，这事就结束了。他不还，那就变成一个民事纠纷嘛。但这里面刘某成也有问题，对吧？虽然不一定够得上刑责，那也有这个欺骗这个性质在里面。这还是朋友啊，李某涛是他朋友啊，所以我认为他们之间因为合作啊，恐怕已经产生隔阂了，要么就是利益，要么就是权力分配不均。然后第4个就是这个新的老板叫杜明，这个人也不冤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吧？好项目不会这么轻易到你手上，人家是4650万拿的这个权益，拿的国有土地私人权拍卖下来，人家相当于原价卖给杜明，让你捡这么个大便宜。那个时候土地价格在涨啊，对吧？他是2014年拍的那个地，2016年卖给杜明，那2年之后呢，价格应该涨了，结果人家还原价卖给他。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作为投资，作为决策，你应该多个心眼，怎么这么大便宜掉你脑袋上？这第二个，你任何一个投资决策，你要尽调啊，要备调啊，要尽职调查，要背景调查，甚至还请律师去查这个历史严格啊，你这公司来龙去脉，你这公司变动，法人变动，股东变动，出资变动，对吧？你还请会计师事务所去帮你去审他的账啊，你一审他的账，你就知道了他这个钱有问题啊，因为福都公司并没有向财政局交过钱，他账上没这个钱，那你土地使用权是怎么来的？你这样一查，哦，原来是李某涛代你交的，那这李某涛这个人他在不在？他是什么态度？他同意不同意这公司转让？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的做尽职调查，这都要查的。那杜某明你自己不做调查，然后你自己陷入了这么一个看似啊他很无辜，实际上他也是来占便宜，要么是甚至他有可能是趁机浑水摸鱼都有可能，扮猪吃老虎。实际上他不冤枉啊，他能让人大代表替他喊冤，不信你找着人大代表替你喊个冤试试。所以我说这是县城婆罗门之间的分赃不均，黑吃黑，然后最后是拼背景，谁的背景厚，对吧？谁的背景深，谁有理。某种程度上，这个杜明就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所以他是最惨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东北很好理解，对，不足为奇啊！整个《西游记》里面那81难有1/3都跟这个情节相似，最后都是拼背景、拼运作，对吧？就看孙悟空怎么运作，哪有什么法治啊？那个吴小球说啊，对吧？你把经济要搞好，这个刺激政策，那个化债方案都是只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是法治，依法治国。从财政局到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你看看干的都是些什么事？抓李某涛是依法治国，放李某涛也是依法治国，解释权在他手上，那就谈不上依法治国，就没有法，对吧？以解释代替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